明仔载要公投，天气如何呢？因为方面较位，冷空气导南，阴暗愈暗会愈冷。拜六甲礼拜影响上大，北部的气温会降到12度，空旷地区会降到剩10度。连带嘛影响到明仔载的公投日，全台湾拢会冷死死。桃园以北到宜兰花莲会来落雨，新竹以南是侪云到好天。即卖等咧通过菲律宾海面的雷伊风台，昨暝已经减弱为中度的风台，后礼拜一开始连3天受到水汽的影响，全台湾拢会落雨。太厉害了！你这是90岁吗？你这是19岁吧？我21年次了。21年次，你这不是90，你这是19岁呀！阿嬷会知影爬起来做运动、按摩、触摸，天气有够烧热的。今仔日会知影温度19度，愈换地愈冷，冷空气来会互你感觉冷死死。到了明天礼拜6。将会是这波冷空气影响最明显的时间。那最低温的时间预估就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。这段时间预计中部以北、宜兰地区低温大约12到14度，在北部比较空旷或近山区的部分，最低有可能来到10或11度的低温。安尼讲，明仔载拜六公投投票日，全台湾的天气会真冷哦。明天公投日的天气呢，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云量比较多，那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。那在中南部地区天气大致上是稳定的。当通过菲律宾海面风台为强度变中度风台，唔知影这礼拜日敢会扫来台湾？其实，在这个北上的过程中，由于整个环境不利于台风发展，所以它会逐渐的减弱以及消散。但是在台风消散之后，它所残存的一些水汽，在下礼拜1之后，还是会随着整个大环境的风，逐渐的飘到台湾上空。那尤其在下礼拜2，各地都可能出现短暂雨，并且有一些比较局部明显的雨势出现。风台会带来水汽，拜2全台湾拢会落雨，到拜3温度才会回升。